大離譜理由。一主人過世，家屬冇人願意接手，原本屬於老人家或家中一位成員嘅毛孩屋企人離世後，其他家人覺得麻煩或唔想照顧，最終選擇棄養。我哋主人過身，屋企人冇人願意照顧我，就棄養我。而家人懷孕或新生嬰兒到來，有家庭因為懷孕唯有初生 BB， 擔心衛生或安全問題，選擇棄養原本嘅寵物。佢哋話大咗肚住唔方便就棄養我。三屋企搬屋或移民，覺得搬屋或移民帶埋寵物好麻煩，而又因為新居唔俾養寵物，而將毛孩棄置。搬屋移民唔方便，去遠地方唔想帶我走，就棄養我。幼稚移民冇錢帶我走。死寵物老咗或者生病，養寵物開始年老出現病痛，被主人嫌棄唔想花錢醫治。我老咗身體差咗，佢哋嫌麻煩就唔要我。你唔會老嘅。行為問題，例如叫聲大、咬嘢、咬人唔聽話，冇耐性教導，又或者冇花心機培養，出現問題就直接放棄。我細個時候根本唔識得教我，最尾就係識得打識得鬧，反正最後我都係會俾你哋遺棄，因為我唔識得講嘢。六經濟壓力大，長期生活成本上升，覺得養寵物開支太多，包括糧食、醫療、日常用品，最終選擇棄養。因為你養我嘅時候，你根本沒有考慮清楚，亦都冇做好未來生活的準備，選擇棄養，因為我係一隻狗。第七，離婚內感情破裂，毛孩成為無人要嘅對象，被棄置或送走。根本同棄養動物冇有關係，你哋根本將件事炒埋一碟，我就變成一個受害者。第八，小朋友敏感，家中小朋友對毛孩過敏，家長未有事前了解或評估，最後毛孩被視為健康威脅，被逼棄養或送走。養咗幾年消化敏感，唔該你哋可唔可以科學化啲啊？醫生都話養動物嘅人身體抵抗力更加好，係要逼死貓我死。第九，升學，面對升學壓力，家長擔心照顧毛孩會分心，怕影響小朋友讀書同成績，最後選擇放棄毛孩。個個都會升學嘅啦，你讀書就唔用我，你係咩問題？仲不如唔好讀書啦，讀嚟都冇用，都怪個人嘅問題。第十，將毛孩當成禮物送人，部分人將寵物當作生日、節日或驚喜禮物送俾他人，但接收者未必有心理準備或能力照顧，結果毛孩被遺棄或轉送多手，成為流浪禮物。生日驚喜、聖誕禮物，我係生命，送嚟送去，好似傳送包裹咁，最後冇人簽收。